日本出名的柑仔色恶魔，也就是京都菊高校吹奏乐部，还佫有号做即个翡翠骑士的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的吹奏乐部，是搁再来到台湾，也包含咱国内总建高级乐器机队，总是做伙伫咧西门町公开来演奏，吸引真侪人来围观。 穿柑仔色服装，配合轻快又搁整齐的脚步，菊高校吹奏乐部一个出场就变作是全场的焦点。12月18暗时7点40分，乐队对西门町出发沿路行，行路两边人客家甜一甜，民众摕手机啊，只是为着要甲柑仔色恶魔的魅力翕落来。 那是菊高校来自日本，互人讲作是翡翠骑士的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，这回也来到台湾，头一届甲菊高校同台演出，关东、关西两大乐团合作，互现场的气氛热烈滚滚。 台湾在地高等学校同款来参加，总建高级乐器机队伫两大日本吹奏乐团面头前表现也真出色。三间学校拢总326个学生组成一个超大型的队伍，一路行去到中山堂广场进行定点的演出，现场噗啊声、喝休声直直甲吹落。第一场就是从这个游行的现场出发开始，哇，这个哨角已经吹响了台日友谊的音乐盛会。 这场柑仔色恶魔甲翡翠骑士的合作表演，毋但伫台北演出，接落来，佫会去到嘉义、高雄、甲屏东等地来进行交流。活动会持续到12月2日，互全台湾各地乐迷拢会当感受这场热情澎湃音乐盛会，也为台日之间留下共同难忘的青春记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